哎，大家好了，来看一下这两个嘅谜面，强作时，仓本期，解码呆字书下棋。我解读吼，强作时，仓本期，解码呆字书下棋。也看一下一注解哈。本纪迄嘛个东西哈，本纪做那个本纪啦，以前做农的时节个本纪动态杂哦，哈，本纪。强作时做讲强势的东西，像青竹丝哈，那啥个样啊？强作时啊，长的在本纪，嗰本纪下边呢，解码带字书下去，当要不学解码带解字是解字的，都下边穿来穿去啊哈。谈一种植物啊，一种可以吃的东西啦。来看一下答案。午后啊，午后午后係乜嘅呢？午後就係午嘅光流葉嘅啦，光流葉嘅，佢當行嘅本質就係葉嘅啊。有陣我喺下邊叫做叫做金啊，叫做光，講光啊，叫做光呢就可以拿來食哈，也就按照午後啊。午後樣呢就可以拿來包東西，包肉啊，包吃的東西可以保存食物哈。